内面的遮，拢是传统的零件。头前掠死，前开哩盘总成，倒西螺丝拆落来。即边是开哩枫叶啊，开哩枫叶啊瓦舍，开哩珠啊，还佫有鸭板，即三项零件所组合的，甲经过批大落去拖，主要是照着开哩珠啊的掀开，开甲合做变速的交换。这开哩珠啊，拢总有6粒，这已经是算磨甲真严重了，看起来已经磨甲变三角形了。这是新的开哩珠啊，两边若要放入个方向，将伊扣规边都好，方向是无来限制。鸭板手甲定摇好，规组甲安尼甲套入去，后边个开哩盘甲起一个，互即个批大溜较长的。记得即个瓦舍嘛会放，片边开哩盘枫叶仔的锁匙，去缀落即个批大。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换开哩珠仔操作的说明，甲即搭已经完成啊。